大家好，我是温柔搁爱啉咖啡的林柔伊。真欢喜今仔日有这个机会，当来遮甲大家三个组织。大家敢知影这只袂输咧启动的汤拖是啥物货咧？无毋对，就是加纸，大家拢足巧的。若讲到加纸吼，我细汉的时阵是毋惊的啦。我若看到加纸，衬托起来，好死安尼。毋过愈来愈大汗刷，愈来愈无胆。毋知影是安怎，就亲像讲，有个人感觉咖喱饭袂拉筋，有个人毋敢食盐水安尼吧。几个月进前啊，我搁住伫咧厝内底的时阵，有一下毋是规家伙仔拢困啊。我想要落去楼骹啉一杯茶啊。我安尼好咧行落去，电话一拍开，一只胶纸拽一条啦，伊落落来伫我的面头前。实在是有够夭寿，我迄当阵拢袂赴思考啊，我就爱叫到有够大声，安尼冲去客厅，甲规家伙仔拢吵醒，因就撞落来楼骹问我是发生啥物代志，安尼实在是真见笑。然后咧，我上大学啊，即摆看到胶纸嘛是惊到要死，毋知影有人甲我共款是足惊胶纸的无？太无有啦，迄有嘛，对，我甲恁讲，免惊啦。我这个温柔搁爱啉咖啡的林柔伊是为着要互我家己去较好胆的，去世界做功课，世界去问人讲护士要安怎才会当毋惊胶纸，就是为着今仔日要来甲大家讲，拄着胶纸免着惊，我的撇步你着听。来，第一招你看见的，毋是你看见的，这是我阿公的智慧啦。大家毋通笑，这阿公的智慧我阿公知影我足惊胶纸，伊就讲迄有啥物好惊的？你著甲胶纸当作是牙就好啊。我讲无啊，因生了足无共的毋过伊就甲我解释讲，因是毋是拢有6支骹？是毋是头顶拢有2支手手？因是毋是拢是咖啡色的？重点是因拢会飞啊！我安尼想来想去，感觉足奇怪，就感觉即个毋要讲法毋对啊，总是伊足有道理的啊。对，我迄当阵就感觉讲，阮阿公袂输是哲学家咧。为着要来欣赏、要来理解阮阿公的人生哲理，我是写一条现代诗啦。这毋是一只胶纸，伊袂当，这毋是一只胶纸。咱继做时间定去伊嘛会当是一只胶纸，因为有啥物无共咧？拢有实啊，飞上天，伊也会当真做伊上介意的伊。用咱即个现代人的角度来看，也是胶纸，先要分甲遮幼咧，伊毋是拢是糖吗？就像讲，咱嘛毋要分啥物外省啊。本省人，也是新住民，咱拢是台湾人啊。因为这个番薯岛就是咱客家的宝，这第一招。再来第二招，望咱感情若兄弟。你心肝咧，即摆咧想讲等下，你是要叫我甲胶纸做兄弟是？无啦，听我解说歹势，听我解说啦。有一寡人较介意狗啊，有一寡人较介意猫啊。我介意啥？我介意神童啊！我细汉的时阵，搁饲一只神童甲伊号名做小乖伊安尼目睭大蕊大蕊实在我感觉足古锥的啦。所以咱若会当用这种友善的态度来对待咱无介意的胶纸是毋是？咱会当看到胶纸的优点至少伊会当帮阮食春饭啊，对？所以后一摆你拄到胶纸伊还袂烧走进前，你着先甲伊小借问，讲我是温柔搁爱啉咖啡的林柔伊我毋是要来甲你伤害的，安尼互相尊重，是毋是？咱拢会当有一个胶纸好兄弟？大家讲对，对，大家讲好，来，若是头前2步，你拢感觉无路用，你咧搞唬咱，咱你第3步你着爱斟酌听第3步是啥？有钱使过来会无？这是我一个去台北读册的朋友啦，看到欠伫邮局内底的钱一天一天愈来愈少，想要来趁一寡所费。伊毋惊趁所以就来想讲
啊，无我来卖即个拍家纸的服务，这是真的哦，我无咧讲耍笑，这真的哦。哦，啊，伊写讲这是伊的广告，还我读互大家听啦。啊，大只的100块，啊，细只的50块。朋友毋免钱，毋过袂当为着拍家纸的服务来甲伊做朋友。啊，上较笑亏的是啥？若是迄大只家纸飞起来，甲伊加50块啦。吼，安尼大家讲即种头路有好无？若是好，你帮我举只手，感觉足赞的。吼，啊，安尼等下遮的人拢甲我去后壁来成立一个台南分部啦，吼。啊，头前3部你看见毋是你看见，第2部望咱感情若兄弟，互甲家纸来做一个默契。哦，也是第3部有钱驶过来下晡，啊，咱看到钱就喙笑目笑。吼，拢是希望会当对你的生活有淡薄仔的帮助啊。哦，无论是对待家纸，也是对待生活当中无顺遂的代志，希望咱拢会当找到迄个细汉的时阵，毋惊家纸的家己，甲迄个勇敢的家己找倒来。啊，你若是感觉讲好无啦，我未准备好，我无法度。哦，安尼佫有第4部，谢明佑的这条歌路，毋知影大家敢有听过？哦，有哦，好，我叫是大家无听过。好，安尼伊的歌词，咱做伙来念，好无？好，一路咱沿路唱歌，无路咱撩起过岭。你若是感觉讲吼，家纸即关我过袂去，咱着爱有无路咱撩起过岭的决心。咱家己要行的路吼，家己来去做啦。啊，用即款的决心来对抗家纸。也用这款的决心来对抗亲像这个家纸啊，共款歹剃头的人生啊！我是温州街林家边的林秀仪，多谢大家今仔日的捧场。